屏东小琉球海峡连续2天有3只石龟钓伤跨山，这3只石龟即马拢已经送到海参馆治疗啊。海参馆表示讲，伫咧小琉球发现到钓伤石龟的比率是全台湾上悬的。 海巡人员甲海保署巡查员做规用机仔，甲这只受伤靠山的海龟游起来岸顶，准备要送去屏东的海洋生物博物馆进行救治。在78两天，伫小琉球周边的海岸，连续发现3只受伤靠山的海龟，而且拢是保育类的石龟。 经海洋保育署巡查员评估后，其中1只海龟背甲受伤，另1只海龟活动力不足。后续将2只海龟送往东港，交由屏东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带回治疗。 海参馆助理研究员李宗宪表示，这3只受伤的石龟，有2只是去互鱼钩钓线无钓伤的，另外1只是龟壳去互撇线钓伤。经过初步治疗，目前3只状况拢真稳定。李宗宪强调，小琉球观光客济，佫是石龟找食的重要区域，所以这石龟因为鱼钩钓线撇来钓伤的比例全国上悬。但是以往1年大概敢若收到3、4只，这摆2天就送3只来，开始真罕见。我们没有这么密集的去在同一个地方同时收到这么多海龟的一个状况，有可能是最近天气温度也比较低啦。那海龟受伤的话，那温度比较低也更容易被发现。为着要避免海龟受伤，海洋保育署表示，去海边钓鱼爱记得将钩钓线收好。若是有发现受伤的海龟，也当通报因也是海巡来处理。记者柯家族顾朝阳高雄采访报道。